大家好，大家好。这礼拜六係Hakka Music in the House探子咯。東方兒這次會介紹青榕土土歌歌曲老故事，還有訪問哦。訪問胡予欣舞蹈老師。跳舞的欣賞，大家會準時收聽哦。你哋下啲主動的好評共燃，這篇有從未共燃都好高哦。長來聊咯，聽錯去收聽哦。可以下載講客廣播電台 APP，呼呼，做得冇？